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鬼靈精怪講故事。中意呢個聲音導航嘅，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。因為如果冇你嘅訂閱，我係冇動力會繼續做得更好嘅。咁先多謝各位。咁而家故事開始。響30-40年代，石硤尾呢個地方已經住咗好多人噶啦。響嗰陣時，好多鐵皮屋同埋寮屋、木屋都依山而建，就係因為響打仗同埋戰亂嘅時候，大量內地嘅難民湧入嚟香港，佢哋嘅選擇地方就係石硤尾，因為貪嗰度比較方便同埋易落腳。就係咁樣，住嘅難民越嚟越多，甚至成千上萬。喺1953年12月25號晚上嘅9點25分，發生咗一場石硤尾大火。而嗰日正正就係普世歡騰嘅聖誕節。嗰次嘅意外燒到好多地方都變得頹垣敗瓦，化為灰燼，甚至令到有啲難民流離失所，家園盡毀，亦都造成3死51傷。嗰年甚至乎係香港嘅一件大事件。而呢一次大火之後，政府就原址興建咗29棟6至7層高嘅徙置大廈，而供給當時嘅災民入住。亦都係因為呢一件事，政府開始興建真真正正嘅公屋啦，亦惠及咗好多普羅大眾同埋低下階層嘅市民。而可幸嘅係，政府真真正正可以造福人群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呢個地方始終都有死過人，所以周不時會傳來一啲鬼故事。而喺呢個災區重建嘅時候，有建築工人甚至乎見到有靈魂嘅出現，有啲甚至乎嘅係俾鬼上身添。咁當然呢啲都係以訛傳訛，信不信就由你啦。但係事情又點會去到咁簡單啦？嚟到呢一度，希望收聽緊嘅聽眾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加遠噶。而我嘅動力係嚟自各位嘅支持，多謝大家。咁故事又繼續開始啦。當呢個徙置區完成呢個重建之後，傳聞嘅鬼故事冇停過，不特止，仲越嚟越多添。而有一單較為恐怖嘅鬼故事就係，有一對兄妹路經公園翻返去徙置區嘅時候，見到一個千秋冇人當嘅時候喺度自己喐，仲陰風陣陣添。當其時呢對兄妹都唔為意嘅，仲以為係因為大風添。但佢哋留意咗一段時間，發覺唔止冇停過，仲越嚟越喐得勁。個感覺就好似有人推你玩千秋嘅時候一模一樣。而眼前嘅衝擊令到佢哋越嚟越驚，即刻趕翻屋企。而喺佢哋離開嘅途中，不斷有把聲音係咁笑，簡直就係嚇到佢哋魂飛魄散啊！去到呢個情況，唔好話呢一對兄妹啊，連我自己都驚啊！直至到呢一對兄妹翻到屋企，笑聲先至停止啊！從此佢哋再冇路經呢個公園啦。而另外一個鬼故事就係發生喺一對情侶嘅身上。佢哋路經美河流嘅時候，突然間望到旁邊嗰條小路有一柱白色嘅煙飄出嚟。咁佢哋不以為意就過去望下啦。而越行越近之際啊，發現嗰團煙啊，突然間幻化咗一個人形出嚟啊，嚇到佢哋雞飛狗走啊！仲唔止咁樣啊，嗰團白煙一路跟住佢哋啊，直至到去到公園嗰陣時啊，嗰團煙先漸漸咁消失咗喺佢哋眼前咋。哇，聽落去你都咪話唔驚啊！自此之後啊，好多人都唔敢經過呢個公園啊，因為覺得好鬼邪啊。但係過咗咁多年啊，點解都仲係陰魂不散呢？究竟佢哋係未投胎啊，定抑或未知自己去世咗啊？咁當然呢啲你同我都唔會知道啦。咁除咗呢兩個故事之外啊，仲有一單係發生於窩仔街嘅。就係關於一個爸爸半夜收工嘅時候路經呢一條街。咁啊，大家都知噶啦，通常爸爸咧生活有壓力咧，又要工作又要成咁樣啦。咁通常咧翻屋企嘅途中咧都會食翻一支靚煙嘅。咁啊，通常都係為咗減下壓啦，有一個喘息嘅空間俾自己靜思下、唞下咁樣啦。咁啊，食煙有好多禍害噶。咁呢度就唔主張大家去食煙噶啦。呢度純粹係講翻件事嘅發生同埋經過嘅啫。好啊，故事啊繼續開始。咁啊，由佢點着煙嗰一刻嘅時候啊。咁啊，因為火機有火啊嘛，所以咧佢一點嗰陣時咧，佢就見到佢有一個類似人形嘅嘢出現咗啊！咁啊，當堂嚇咗一跳啦。咁但係又冇辦法，因為支煙已經點着咗啦嘛。咁佢唯有故作鎮定而吸佢第一口煙啦。而當佢呼出嗰啖煙嘅時候，又呈現出一個人形出嚟。哇！咁嚇到佢面都青晒啊！咁佢唯有扮睇唔到啦。咁啊，當佢行得越嚟越急嗰陣時，咁啊即刻扯多兩啖啦。咁跟住一路行啦，咁啊突然間又聽到啦。可唔可以俾一飛煙我啊？我好耐冇吸過啦。哇，頭先有影像，依家仲有埋聲音添。呢位爸爸急都急唔嚟，即刻掉咗支煙，然後就即刻跑走咗啦。哇，果然係石硤尾入夜呢個地方真係陰風陣陣。咁啊，除咗以上嗰3個鬼故事啦，其實石硤尾咧都仲有好多故事嘅。咁啊，呢度就唔一一盡錄啦。咁啊，因為以前石硤尾有過一場大火啦，所以稱之為陰魂之地咧都不為過嘅。
咁大家有冇去過石硤尾遇過呢啲咁嘅事情啊？又或者自己喺其他區域都有遇過呢？如果有嘅都方便大家留個言嚟講講噶。好啦，咁啊今日第31集鬼靈精怪講故事石硤尾陰魂之地暫告一段落啦。咁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加遠嘅。咁啊第32集嚟緊就會再出噶啦，多謝各位欣賞，拜拜。